门。恁着俄罗亚花，着唱新的歌。俄罗亚花，伫神的百姓的会中，俄罗伊。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愿锡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主的殿中，要来敬拜和赞美他。我们再一次的用这首诗歌，在主的爱里，我们要来宣告，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在主的爱里，软弱的可以改变，恐惧的也可以成为刚强。再一次的用这首诗歌来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温柔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
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阻碍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再从头唱一次。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我。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阻碍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阻碍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阻碍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感谢有神的带领，我们再来的话，用这首诗歌再次的来省思与神的关系，他用重价救赎了我们。我们再一次纪念神的这个恩典，也再次的向神来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再次更新，使我们能将神的教导活出来。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和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用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恨，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
圣洁为装饰。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来做信仰告别，用首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外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外命，阿免，请坐。是咱来启印，启文第33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念。恁就真是要将一罪比评上帝，恁夜目看顶面，照受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哪个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目伫耶和华。你减袂知吗？你减袂听见吗？伊无夜也无善，也善的伊互伊气力。少年人也会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咱三甲来祈祷。关于天理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搁一摆通伫你的面前，做你的囝儿，同齐来敬拜你、学乐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掌管万象的上帝。你的疼痛永远无变，你的信实到万世代。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将一切荣光拢归乎你。主，阮为着这个世界来向你祈求，这个世界战争无停，灾难真多，真侪所在的人咧艰苦，咧行险当中来过日子。求你怜悯这个世界，用你的手来止煞这一切，用你的平安来安慰受苦的人，也求你赏赐智慧，予大国的领导者，予因会当为着百姓来做正确的决定。阮又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求你看顾这片土地，赐福百姓平安，家庭和好，社会公义。求你兴起搁较侪认捌你的人，予你的真理甲疼痛，伫即个世间中间来实行。主啊，阮为着你的教会来祈祷，求你看顾世界各地教会，特别是遐个咧受苦、行伫困难中间的兄弟姊妹，也求你看顾咱的教会，看顾咱的长职同工，互每一个人通行合你心意来做你的工。阮也为着阮中间身体软弱，也是心内有艰苦兄弟姊妹来祈祷，愿你来看顾因的病痛、甲悲伤、孤单，也是迷茫。求你亲自来安慰因、医治因，用你的话来成做因的气力，互因伫你的疼痛中间来得到盼望。主啊，阮即时要安静心来领受你的话，愿你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听见你要对阮来讲的话。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
感谢圣歌队带咱来学乐。即时咱要来看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是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2节。我来念，请大家来看。目的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心做、伫仁爱、伫性、伫亲气，做圣的人的模样。第二位是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2节，着想必少年人的私欲，来甲遮个出于亲气心，求救主的人，三甲追接圣义、仁爱甲和平。以上，请蔡长老来分享。先让大家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进来教会之中，我们就发现整个教会敞亮着，在迎接着我们。我们用虔诚的心，用诚实与真实来这边敬拜主。我们是有福气的人，求主你照顾我们。我们弟兄姐妹们有身体健安的，谢谢你，让我们亲爱的贝如姐，她的眼睛得到主你的眷顾。我们希望她眼睛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得到主你的怜悯。我们的文珠姐，求你照顾；玉荣姐，求你看顾。我们的凤珠姐，在下个礼拜6，她要在医院里面，求你特别看顾她，照顾她。求你帮助我们节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我们经常思念的，帮助我们的。求你照顾我们每一个姐妹，在你的面前都得着你的眷顾。我们有时候看到，晋生兄推着我们敬爱的姐妹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有时候心里不免，什么时候主你唤醒他，让主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主你照顾他们。尤其我们有很多的老弟兄、老姐妹，都得到主你的照顾，我们看到他们在你的面前侍奉，这是何等的美好！求主你眷顾我们，愿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侍奉。求主你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自私化哈，好像在行军一样。立正，稍息啊，稍息。各位弟兄姐妹，请跟隔壁的人很温柔、很祝福的声音讲平安。这个平安呢，是非常美的，是和平的，是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每一个礼拜。你看到弟兄姐妹跟你说平安，你心不觉得感动吗？隔壁第6楼有没有感动？今天你穿日本服装来，有没有很感动？那个不是服装哦，李凤这个哦，是吧？我们今天每次看到各位弟兄们，我今天进入教堂第一眼觉得，好像这个教会不太一样的感觉。我们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欧长老跟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尤其上礼拜，大概1个月前吧，看到你们拿着扫帚在那清扫，这边刚完，还拍照。我就跟我太太请示说，我们要不要去？我太太说赶过去来不及了，人家已经拍照了。我们知道你们在清理教，但相对的就觉得说，这是多美好的一个教会啊！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全家在侍奉。尤其我们看我们每一个长老，你每一个都可以点名，严长老、副长老啦，那个陈长老、这个郑长老，你每一个都会点名，全家在侍奉。每个在侍奉的时候都得到很大的感动。尤其我们年轻人，那在今天我们仁祥诗会，我在这边也特别跟仁祥人经讲啊，你不要因为你爸爸妈妈在这里，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侍奉要看爸爸妈妈的脸色，不必看他脸色，看上帝的脸色。你们有年轻的时候，真的你们的侍奉啊，不要让人小看你们年轻。你们那个侍奉都是美的。上个礼拜谢宏牧师来我们这边做见证，那个严长老就说：“我们社区班有感觉到很快乐。”其实谢宏牧师，你可能跟他讲话，跟我现在一样哦，高声去假熬吼，声音感觉上很差。可是你听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的马里洞，就是男中音，大概是马里洞 tenor 的那种感觉。也就是他应该是非常好的声音，但是一直在侍奉，他的声音已经哑掉了。可是我看他还是很快乐，他有一首歌，其中人君来帮他唱，那种很感动，非常感动。你在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的那个人生的经历的历程，在那首诗歌里面，他要告诉我们，
你要倚靠耶和华。圣歌队今天所讲的，今天我们敬拜赞美告诉我们，以圣洁为装饰，涌献给这圣他，以圣洁做我们的装饰。我们在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要珍惜我们的生命。你说，哎，蔡长老，3月29不是青年节吗？青年主日不是应该329吗？所以329，我们说 TKC， 各位已经不太有印象了哈。TKC 在我们小时候，大概徐长老你们那个时代 TKC 有没有？那个时代我们都用 TKC。然后 TKC 是在1949年5月3号，今天也是5月3号，刚好77年。所以我们5月的第一个礼拜总会定为青年主日，原因在哪边？因为那个时候成立 TKC 是用北维语言哈罗马字，罗马字讲的台湾基督教教会青年团给。那为什么我对 TKC 特别有印象？因为我们从小时候都是在 TKC 长大，我们讲到 TKC 就教会的精英。那时候我们的这些长老都鼓励教会人出来，这些年轻人出来侍奉。从来没有人觉得他在作秀，所以我跟你们这些年轻人讲啦，你们不管的一方，你们在带歌啦，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带歌，你不要觉得你们本身是在作秀，用心灵更诚实的敬拜，那个不叫作秀，那是侍奉，服侍上帝。当然讲到侍奉的名称啊，那天我觉得很好玩，我的儿子突然说，他侍奉的时候说那个原文里面是敬拜。侍奉跟敬拜是同字根，所以他就把它写侍奉就是敬拜，就被老师骂。那就打电话给我说，老师为什么骂我？我觉得侍奉敬拜，我说侍奉就是敬拜。哎，大家都好像觉得不太对吧？侍奉就是敬拜，同字根，你侍奉上帝就是敬拜上帝，跟服侍不一样。那可是就被他老师骂，我说算了，高中毕业的当教授，那被他骂就算了，反正是你的信仰自己本身要定根。青年的时代，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段？因为我非常怀念我青年的时代。我家离埔子教会很近，我的爸爸没有死掉之后，就专门在传道，古林教会从布道所开始，因为青年 TKC 成立，在柳园教会成立不久之后，那再来。第二个长老教会的运动叫做贝加运动，各位可能还有印象，贝加运动那时候整个教会长老教会就大成长啊，教会贝加人数贝加，那时候整个的布道会经常在那边举行布道会，那么开设布道所，我爸爸就去那边开设布道所。现在古林教会已经很大的一间教会了，不是很大，就是盖得很漂亮的教会，不是教会的人数很多哈，那盖得很漂亮的一间教会，当时是布道所。3个人，他跟我妈妈，还有那个杂货店的老板跟他租房子，还有埔子教派2个人，5个人开始在那边做礼拜。今天已经很多人了，但相对的那个时候贝加运动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回来只有讲一件事情：你有去做礼拜无？无问别项呢，无问讲我今天有吃饱无，还是有没有吃得饱，有没有穿得软的，还是今天做什么事情？有时候刮风下大雨呢，你去做礼拜无？有啊，就好，那他们就进去了。那就理所当然的。但是那个小时候的回忆，在埔子教会的回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快乐。只要下课就在埔子教会里面玩踢足球，然后牧师馆旁边有一个莲雾树。些是瘦小这些了吧吼，那趁牧师不在就偷爬上去摘莲雾吼，那个莲雾是会，现在想一想，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莲雾吼，现在大概都买不到了。但是就是莲雾，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偷采莲雾哦，那个戴宗德牧师那时候是我们的牧师，以后在延南教会退休，还会跑出来，哎呀，那个想得来哦，又屌哦，哎呀，叫牧师看到啊。然后他还在那里替你把风，怕你跌下来。那个时代，教会就是我们的生活，一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待过的埔子教会，我爸爸所待过的古林教会、过沟教会，那些年轻人出来以后到台北来，都是教会的柱石哎，教会的栋梁。每一个人的信仰都跟主耶稣同行。这辈子来，我觉得我们从大一开始，50年前，
那时候有信仰的长辈非常的疼我们，可是都让我们为所欲为。说真的不是为所欲为，就是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就全部在侍奉，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教会都是年轻人在侍奉，那都让我们在侍奉，尤其我们这些外出的年轻人在侍奉。所以我们保罗先生跟提摩太，他年纪还轻，他怕那个教会里面在排斥他，所以他本身就跟他讲什么？在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来，我们一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都要在言语、行为、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个大家都很熟的经节，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个圣经里面讲不要小看，就是只有这么句话，不要小看你们年轻呢。但是老年人当然很重要，就是圣和呀，爱来唱圣歌对啊，你的声音还是很美的，所以相对的，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年轻人是整个生命、教会生命的延续，而且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柱石。所以，尤其我们这些长老的子女们都在侍奉，不要看你爸爸妈妈的脸色。看上帝的脸色就好，你们就尽心去侍奉，上帝会加倍祝福你们。你放心好了，就像我跟姚弟兄他们就讲说，在剩下9年，不到本来10年嘛剩下9年，差不多8年半，你就看到你们将会出一个奇才，你会觉得非常的高兴。相对的，为什么？年轻人是上帝给我们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圣经里面不是讲说亚伯拉罕就没有了？为什么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圣经是代代传承，不要像我们经常在讲说1代清2代明3代无明4代你请我无用5代神明满处经啊。刚开始信仰非常的好，然后慢慢的，小孩子要补习，小孩子要什么，他慢慢脱离他的信仰，他慢慢，哎呀，反正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慢慢是一大堆的神明。你叫他来做礼拜，他说：“我礼拜6加班好累哦。”来做礼拜是福气耶。我每次一想到我来做礼拜，我都蛮兴奋的。我要跟主接近，我要跟主亲近，那多美好的！那么，所以保罗先教你们在什么？在语言上，你本身要做信徒的榜样。语言非常重要啊。我很喜欢开玩笑。可是其实我开玩笑的时候，都会先想一下，哪个人可以开玩笑，哪个人不能开玩笑。就像我跟吉安我们2个对骂都没关系。你看我们2个在吵架，其实吉安不会跟人家吵架这个就是他的最大缺点。你跟他怎么骂他也不会跟你回嘴嘞，奇怪嘞，这个不像我一样所以他的最大缺点是不会跟人家吵架。可是我们2个人这种交情，你跟他讲什么话，他也知道说你跟他在开玩笑。吉安阿姨修讲虽然他比我年轻但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就是真的是弟兄姐妹们，会不会吵架？当然会啊。吵架之后呢？吵架之后就是和好而已啊，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喜悦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语言是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说出来。你心里所想的，口里说出来。所以基督徒要说实话。当然开玩笑，你也知道他在开玩笑，可是真的要真诚去待人。你所说的话都很真诚的去待人，这是我们年轻人最起码的。你说年轻人讲话，那个有些大陆的用语，我真的是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色彩可是我总觉得什么叫躺平族，什么叫内卷，这些都是蛮上进的。这种话在台湾有什么好用？我们当然就是每一个人努力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些闲话啦、谎言啦、污秽的话，这些都不可，因为这都不符合你的圣徒的形象啊。不要讲一些比较淫乱的话，讲一些那么男孩子在一起就讲一些比较有黄色，讲白的就讲黄色笑话。你觉得这个很好玩？不晓得我可能比较老古板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玩。我可以看到阿球说：“哎，你这阿嬷
可是我绝对不会跟你讲黄色笑话，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对，这不应该。但如果你是一个新来的，我不会叫他阿嬷哈，我一定讲说哦，你做阿嬷哦，这少年的做阿嬷。可是我跟阿秋会讲说，这大话你做阿嬷哦。本来就不一样的人，可是相对的，我们从我们的心来，从我们的心里面讲出来的语言，再来是什么行为啊？照顺序来哦。你的行为是什么？要出于基督的福音呐、要以门造的恩相称。你的行为啊，要人家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在想说，主耶稣基督希望我这样做吗？如果我是主耶稣基督，我要这样做吗？我说主耶稣基督，我要讲这种话吗？我说主耶稣基督，我要这样批评吗？我说主耶稣基督，我可以这样做吗？而不是我，而是耶稣，耶稣，耶稣。我们从今天我们开始，从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耶稣。我经常讲我自己的这种例子。那时候我就在法商学院，我带新生合唱团，所以我们嘉华姐，你不要看我这种声音呢很难听哈。想当初我的声音也算是不错的，我的老师是汪精，不是魏哈，汪精辉老师，文化大学的那个指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马里栋，他的太太是蔡丽娟女士教我声乐，所以我每天那个在过去我们河江街那边有一个那个宿舍，我每天跑到那个上面，在那边大叫念声乐，所以他们叫我指挥新生合唱团，那时候比赛都要1、2名，我们都第1名呢。可指挥1年以后，我跑来指挥圣歌队了，因为我觉得圣歌队比较重要。他们就讲说，那个新生合唱团你丢着来圣歌队，新生合唱团是学校里面的精英啊，好多漂亮的女生啊，再漂亮也不比我太太漂亮，我们高中就认识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稀奇？哎，所以相对的，在教会里面侍奉，你们记得吗？72年我再回来中兴教会，那时候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还指挥圣歌队嘞，贝如对不对？你有没有唱圣歌队？你给他多乱念啦！你还讲，我都不好意思。如果你讲有的话，我再问你一句，有吗？你给他多他都要唱呀啦，你妈妈才有啦。所以相对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讲说你的声音比较好，你的声音比较不好。每个人就是侍奉主啊，很快乐的侍奉啊，唱诗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你的声音很好，我可以唱2点多，我可以唱的贝斯可以唱得很低。可是相对的呢，我现在只有唱3个音啊，我还可以唱圣歌队啊，反正就3个音啊，再高的我唱不上去，再低的我也低不下来啊。可是我也唱得很快乐啊。服侍主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你们要你们的爱心，这个整个的圣经讲的就是爱嘛。你的爱心是什么？你做什么事情要从你的爱心做出发点。我今天来特别去看我们地下室，供你们去看我的地下室，现在楼梯已经又宽又比较宽大了，里面的整理的好干净哦，好棒哦！怎么有人想出可以整理到那么干净哎？感谢主哎，好棒哦！你看我们后面，其实我们后面现在又拓宽出去了。如果我们人再多，都可以再做了，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怎么出发都在爱心。讲到爱哦，3年你也讲不完。其实爱不简单呢。你看那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是什么？恩赐。所以人家跟我讲说，你注意看我们长老会的教会的牧师绝对不会讲哥林多前书12章。我本来还不相信，最近我比较有空的，我都在听人家讲道。就我真的每次听到长老教会的牧师讲道，不好意思啊，从来没有讲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因为哥林多前书12章都在讲恩赐。你有先知的恩赐，你有讲异能的恩赐，你有医变赶鬼的恩赐，你有讲方言的恩赐等等的，这些牧师大概都没有，所以都不敢讲这一章。如果要我的，我一定讲这一章，因为我只给各位会有这么好的恩赐，这上帝的怜悯呐，非常好啊。可是讲到13章，除了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就这句话就好。你说爱心吧。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告诉我们什么？爱是很久的忍耐，又有恩慈，大家都会背嘛，对不对？做得到吗？做得到吗？我看朴文太太底下啊，咱朴文丢领队，我底下做得到吗？
哎，他点头，我告诉你，他点头。阿 Kim， 他点头，他有点头。爱是很久的人，他有恩慈，他有点头，他有点头。我不敢点头嘞，我不敢对他点头。真的，本来就是应该点头。我们每个人要尽量去做爱是很久的人，他有恩慈。所以这边我都觉得世金没什么爱心了，我就今天跟他爸爸讲。我说你买东西都没有送我，他说没有啊，我们家离你远。我说谁说世金都是好事多买东西，就跟我家比较近呢，我家在士林呢。你有时候拿到你家那么远，先拿到我家去耶，对不对？事情就这样，对不对？对吧？你看，爱，那种爱就出于内心的爱，而不是说，哎呀，人家给你一个东西，那就是爱。出于内心的爱，一块小饼干，那也就是爱。你对一个人的招呼，那也就是爱。你出于爱在招呼他，那个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说我年轻人我不敢了，那都是我的长辈，我怎么敢招呼？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上缘岛的，咱高位上缘岛的一个，你今天没有戴黑眼镜呢，一定戴墨镜哦，偶告。我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就是我一个非常钦佩、非常爱的一个长者。你没有从他身上看到那个基督的样子，那个信仰的前辈是爱。所以最后一个是什么？信心。难说还有一个清洁啊？没有，就一个是信心。信，我觉得我还会找个时间跟各位再来谈我们的信。其实我们的信有时候很肤浅，我们真的信吗？我们真的很相信吗？小孩子问爸爸。说人家说那个就是都要跪算盘，你有没有跪着跟妈妈求婚？他说我是没有啦。那为什么没有？反正结婚以后你就知道，反正以后多的是时间跪了。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里面，其实相对的那个信心，可是呢，我相信你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跪着。妈妈为了训练我更爱她，所以叫我跪啊，没办法。现在跪电脑的键盘，以前跪那个洗衣板。但相对的，最后一个是清洁。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提到，用到最后？就每次看到清洁的时候，我就在反省自己。其实我是一个不洁的人呢。我每次看到清洁的时候，我觉得我根本不洁，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讲清洁这个字。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讲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们会想一些不好的事情。清洁有人换作纯洁，我们真的有那么纯洁吗？我不敢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可是我要反省我自己，我做得到吗？我们有看到圣经讲清洁，有看到讲自洁，有看到讲圣洁，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清洁、纯洁就是你的基础，你的基督徒本身就应该先纯净你的内心。就是古代的旧约啊，祭司一定要先洗，一定要先洗，真的要进入整个至圣所，一定要洗沐全身，一定要人说净身啊，把身体洗干净，把手洗干净，这是外表。可在新约里面，要叫我们从心里面整个先清洁洁净自己。所以就是在包袱里面跟我们讲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上帝。我们要清心的，要清洁，我们要先将我们自己的心整个的清洁出来，然后自洁，自洁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自洁，我们用自己趋于跟主一样清洁自己，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让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都在主的过程，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自洁自己，之后我们就可以成圣，分别为圣。从清洁你的本身的清洁，到自己的自洁之后，有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本身的清洁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你整个的生命里面就要什么？就要有言语在行为，从你的性格上面，你的言语行为，就是你的性格上，都是用造就人的话、赞美人的话、喜欢人的话、包养人的话，跟人家用真正的朋友在相交，而不是每次讲话都暗里藏刀。恁兜咁奇怪，恁兜太较好呀，阮兜太较歹呀？为什么你家比我有钱？
你先生当法官真的是很轻吗？为什么奇怪，我家当法官，我先生就是连买房子都买不起，你家当法官真的很轻吗？每次讲话就话里带刀，尤其在职场里面，你会经常听到那种话里带刀，让你觉得就很不舒服。不要说职场啦，那个报纸里面，所以我太太接着说：“为什么你都不接受任何的访问？我把所有的记者都封锁，都找不到我，找到我的话，我立刻把他封锁。我也不想上电视，我也不想上媒体。反正，在台湾的媒体都是讲坏的，没有讲好的。连总统去洪都，去那个是什么地，还要从副总统来用专机把他接去。可是我觉得很高兴他们走出来了，有什么不高兴？你封锁我，我就是不让你封锁。年轻人你们也一样封锁你不我看到你的小天使了，竟然还跟我问候呢。我觉得他跟我问候叫阿伯呢。哎呦，你觉得我叫一个规个心拢酥去，拢软去。他那个小天使跟我阿妈讲甲叫阿伯好，规个心专酥去软去吼，听真的是好高兴啊！真的是，怎么那么美的声音啊？尤其每次主日学在那边唱歌，我都觉得我们圣歌队练的老半天，比不到他们站在那边唱歌的2个字，就是美。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心里面在赞美耶和华，从心里面在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什么？要有爱心，要有信心呢。对主的信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的，我们的爱里面是从我们心里出来的，而不是嘴巴的爱。嘴巴的谁会啊？你看结婚之前讲了爱你我爱你到山盟海誓，在天崩地裂所以保罗先生说，不要讲那么大话。爱是很久的人来又有恩慈，再来有8个不，所以这个真理再有4个凡事，没有一个做得到啊。泽文做得到吗？你看人家周叫你诚实，立刻摇头。伯文比较那个，你问我也是摇头，我做不到。为什么？我们是人可是我们尽力去做，让它趋于完善。所以相对这是一个有顺序的。那么说，我们要言语，然后之后从有一个好的言语行为，再表现出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行为上要表现出什么？表现出爱心表现出爱心是为什么？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有爱心。这我们要从清洁开始，到自洁，到成圣的圣洁。那我们的基督徒里面的生命才会得到充满永远在神里面得到神里面的照顾。所以言语是最应该学习的功课所以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那么我很喜欢箴言这一句话，有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上。说的何以？有个人心理上正痛苦的时候，你只要跟他在那边握个手，不要忘记上帝爱你。在我的人生的经验里面，我到很多教会，我看到有的姐妹，当然有的事情，她家里的事情还是身体的事情，她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也不会特地去问她。可是我去握着她的手，我看她很苦恼，但是握着手一直看着她，我说上帝爱你，眼泪就掉出来。我先跟一个兄弟在那边握着，2个在那握着差不多1个小时，讲一句话而已，上帝爱你。我不会跟他讲你上帝你有苦难上帝都跟你讲一篇大道理，他都听不进去的，他只希望人家握着他的手，跟他讲上帝爱你而已。我们每个人以为我们口才很好，其实我们口才不见得好。我说不见得是有的人口才真的是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口才，我希望你用你的行动让他知道说你真的是爱他。我到医院里面。其实我到医院里面，反正讲话很少，我很喜欢就这样看着他，就这样看着他，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们真心的爱你，我们真心的在为你祷告，我们真心的期盼你上帝的爱永远在你的身上。这一种在无形之中，你会让他感受得到，那是真正的爱。我们爱的是那种真真正正的爱，而不是那种虚伪在嘴巴讲而已。
我对你很好了，我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他讲完，明天风一吹就散，那个爱就散掉了。那不是风吹啦，那个爱就是在心里面，真的跟你讲。就像我们那天去看德英兄的妈妈，其实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心里是讲说，虽然我不认识你，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一家人，我爱你。我不知道听得到，可是我突然发觉到他的脸上脸有一点笑的感觉。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没有，但是他听得到我心里面跟他讲，我爱你，我希望你在这里过得快乐一点，我爱你。虽然他都完全没有跟我们回应任何东西，可是我爱你。我看我们弟兄姐妹躺在船上，我都只想一句话，不要忘记，耶稣爱你，我们爱你，出于心里面，我们真的是爱你。所以相对的，我们说人嘴两张皮，好坏都有你呢。一个人把他讲到最好，一个人也可以把他讲到最坏，这是台湾目前的现象啊。台湾可以把一个人形容到无比的好，可是同样一个人也另一派人把他讲到无比的坏，真的是这样吗？一个人有好到完美无瑕疵，一个人有坏到十恶不赦吗？好人有坏的一面，坏人有好的一面。你比别人强吗？你比别人好吗？我都来教会，我是最好的，真的吗？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主耶稣为什么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见得都能够进入神国呢？来教会的人一定都能进入神国，但是我还是在强调，最后我对中间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经常祷告主，我希望我们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144000个里面的一个。起初的7章跟14章里面所讲的，我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144000个人里面的一个。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组一个中兴团契，多好！当地人现在称赞老娘你在天上讲你的我抓到了今天刚到哦，你看他也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一开始得丢了你，上面就是称赞老娘了，你看多漂亮的一个画面呢！多好的，我们在做礼拜，一起做礼拜，所以天下人可以舌灿莲花，可以把人赞美的让天下人为之称羡，但是舌下无情也可以把人贬得一文不值，都是一张嘴呀。和散那是谁喊的？进入耶路撒冷是喊的和散那些人，也不是同样喊钉他在十字架吗？今天在喊和散那，明天喊钉他在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人心，就是很容易变。如果没有那个爱，没有那个信心存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没有得到改变，你永远的就是在批评人，不能饶恕人，永远在论断人的是非。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可能要注意啊，可能的一句伤人的话，就让人一辈子都觉得痛苦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少说败坏的话，都让舌头感谢神，把赞美留给神，把赞美留给神啊！荣耀归于上帝，喜乐归于我们的会友，那让我们觉得自己快乐，在服事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相对的，一手预言，我想听到一手预言讲这个舌头的故事，大概那个年纪都一定50岁以上的啦。50岁以上不见得还有，应该都是差不多60岁以上的。那时候我们课本里面就有一个伊索寓言，就是有一个国王就跟他厨子讲说：“你去跟我买世界上最好的食物，我今天要吃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各种的食物，你去跟我买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结果他买回来是各种动物的舌头。我一看都说你在干什么？我叫你买世界上最好的食材，你怎么去买舌头？他说舌头是世界上最好的啊！你看舌头啊，你看可以跟你赞美，可以讲你奉承。你看国王里面特别要有那种，以前国王都有弄臣，就是在讲那个就是好玩的事情，就像现在大陆很流行那个脱口秀哦，单口秀，但这种脱口秀，单人相声哦，脱口秀。都很好的事，舌头可以讲得非常的好，果然听听也有道理啊。不管各种动物，舌头都是最好的。果然吃了以后舌头也不错，吃完以后他想，那我再捉弄他一下，你再跟我去买一个世界上最坏的、最不好的食材。他又买回来，又买各种石头。
不是上次你说这是最好的吗？那光你忘记了，舌头里面可以把你批评的一文不值，舌头里面不可以把你气得要死，舌头里面可以把你怎么搞，对，真的是最坏的。最好的也是舌头，最坏也是舌头。所以人嘴两张皮呀，好坏都由他。所以相对的，我们要说，在雅各书里面，每次提到雅各书，其实我觉得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空的话，你们把雅各书重新再看一次。雅各，耶稣的弟弟，本来他还讲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呢？这是我的哥哥，从小就是木匠，他怎么可能出来传道？雅各不信他哥哥对雅各来讲，就是妈妈就是一直拥护我哥哥，要哥哥出来传道，妈妈就一直帮助我哥哥。我哥哥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可等耶稣复活之后，雅各是所有，甚至在耶路撒冷大公会议里面，雅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不是12使徒，可是雅各里面他写的雅各书是从心里面，从圣灵大大的感动。所以你去如果有空的话，把雅各书从头再看一次，你就会到雅各书里面的教导是我们每个信徒应该学习的。他在论舌头，就想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舌头是很小嘛。可是怎么样，在舌头就是一种火，它可以把罪恶的火燃烧起来，把地狱的火燃烧起来。在舌头里面就所有的坏事里面，我们用舌头赞美那主，赞美我们的父母，赞美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也同样一个舌头在什么？在骂别人呢，在欺负别人，在讲别人的坏话。同样的舌头主啊，谢谢你呀！哎呦，既然那会安尼啦。鸡啊，今仔头毛啊，无热一个啊，想无嘛用国化药啊，较会投一个啊，好佳在恁某无气炎，但我是恁某都气炎。舌头就是可以讲好的话，可舌头也可以讲坏的话，所以我们要很注意那个。为什么保罗先生会把言语放在第一顺位？因为讲话很容易的让我们犯罪，所以污秽的话一句话不可出口。只要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你要鼓励人家，你要去造就人家，要讲让他得到信心，让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在勇于侍奉。今天是人君跟那个玉芳出来带歌，然后你说，人君这玉芳今天你唱歌好像声音比较小啊，是不是应该再大一点？玉芳今天你唱歌那声音有一点哑，你今天唱得很好听。你今天唱的真的是在上面带个像天使，我是在讲台讲的呢，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我讲的是真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侍奉都是神所喜欢的，要有信心啊！我唱歌不晓得我爸爸妈妈会不会讲说我今天带的不好，你不要管你爸爸妈妈，管上帝就好。人精跟人香也一样，你不要管你的爸爸妈妈，你管上帝就好。因为上帝给你们都是最好的，上帝让你们出来侍奉都是最好的，你们敢站到前面的侍奉都是最好的，你们要自己有这个信心，所以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第二个，趁着我每次可能会要讲的太多，每次都讲不完，所以提摩太后书里面这章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这金句要把它背下来了，一起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这个所谓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跟保罗先生讲说，你自己本身在你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其实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保罗先生讲的当然对不同的对象，他会讲话可能是不一样，可是他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们讲什么？刚才就讲说清洁，它是你的基础，然后你要追求自洁。等你追求自洁之后，你会变成圣洁、成圣，可以合乎主用，成为贵重的器皿。贵重器皿做什么？要合乎主用啊！你说我是贵重的器皿，那我就去学一个什么唢呐。这敬拜赞美我再来吹唢呐，其实敬拜赞美吹唢呐可能也还可以啦哈。
我不晓得吹唢呐声音出来会不会把整个教会上面的声音都惹掉。但是你要合乎主用啊，不是说我现在很强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你要合乎主用啊，所以相对的，在语言、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是刚才所讲的嘛，做信徒的榜样。但相对的，今天这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榜样啊。可是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要逃避，什么逃避？就是远离啦，远离你的私欲。我们是血气的人，我们很容易受迷惑，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相对我们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一节告诉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同那清心祷告的人，同那清心祷告的人，我觉得很幸运。我从大一出来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堆同工。所以同工有的是同年龄的，有的是我们的信仰长辈。那这些信仰长辈当然遇到我们呢，也算他们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们就去他家睡，去他家吃东西。我们那时候都是很穷啊，就这样过来。当时从来不会为睡的事情烦恼，从来不会为吃的东西烦恼，我们就一直在侍奉，一直在侍奉。那时间到了，就会有来跟你讲：“哎呀，阿姨呀，吉安呐，今天来阮家困哦。”我们就去他家睡觉，然后他就准备很丰盛的东西。我们就这个辈子4年的大学就这样经历的，从来不知道今天晚上睡哪里，管他，反正我们自己了不起回宿舍嘛。那晚上出来外面的啊，爷我说今天的。困到家，啊，要安怎啊？都闷成搬落来，你去困到迄个闷成的电管内面啊。所以我们也在那边睡啊。啊，去人到的时候，人咧轻轻咧搬咧，就讲去阿姨啊，阿姨就从阮管甲搬走，啊，我就去遐困啊。从来不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少年时代比不较高。可是就这样侍奉啊，1年1间教会，联合教会也是我们当时专设起来的，1年1间教会。每天都觉得很高兴，所以相对这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是逃避这些私欲，要追求的是公义、和平、仁爱、和平啊。相对的要做什么？这东西要合乎主用啊。你追求不是个人的荣誉啊。你看我多会唱歌啊！你看教我们在花生练习的时候，你看他的声音比我们美很多，因为他有经过声乐的训练。大家不要忘记了，当时我也学过声乐呀。我那时候声音还算不错，可是现在跟你比起来，那真的是天泥之别。但相对的，我们都是侍奉主，要合乎主用。所以相对的，年轻人要培育什么？你要不断的实行，要面对它。社会是很大的诱惑，你要完全去面对它。然后这些血气跟情力，你要顺着圣灵而行啊。你们要相对的，你要面对这些少年私欲，你要去追求公义、和平、仁爱。你要追求的，同他清心的人，追求什么？公义啊，处事要公正啊。你们这是我的家人，所以什么事情是我的家人来做。人家做的比我好，我们就鼓励他去做。我不做都没关系，只要真的是能够鼓励更多人出来服侍主，那就是最美好的。我们要追求是什么？然后追求是信德。信德说天主教比较讲哈，我们比较不会讲信德。那信德说我们胜了世界，对我们要有信心呐、在主里面呢，我们要有仰望，我们要经历，我们盼望主的恩典呢。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忍耐。刚才我已经特别讲忍耐了，今天我就不再特别赘述。在忍耐里面，圣经其实在讲忍耐，我就觉得每一个圣经那个8步哦，每一步都可以当做一个讲章。4个凡事，每一个凡事都可以当一个讲章。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造就，那最后是我们要怎么追求和平？什么叫和平 ？Peace， 平安。平安很美呢。你们真的有没有发觉？你现在跟隔壁的讲平安，让隔壁的有没有感受到你对他真实的祝福？平安。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如果那个很假的话，你就把他刮1巴掌。这平安啊，这个，那主耶稣复活第1句话讲的是什么？愿令平安，愿你们平安啊！我不知道你在家里面有没有跟你的家人讲平安呢？然后我平安就在教会讲的，在家里怎么会讲？是不是在教会才讲平安嘛？在家里怎么会讲平安？就是家里讲平安，回来了平安。哎，今天过得好吗？今天学习好吗？哎呦，今天老师，你今天考了45分哦，你上次才考42分呢。
你别讲说人家都考100分，你考42分。我们家那个小猴子，我那天听的，你知道我今天考几分吗？那妈妈说，跟我讲，我考98分，哇，好棒！结果突然妈问你一句，你们班上有没有100分的？他说当然有啊，98分很好了啊。以前才考66分呢，所以考98分的有时候不好，太好了。所以你看到这一句就是零，对不对？你里面各位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尊敬会讲零？因为他是用心的，用心对人家才是您呢。我不叫各位每次跟人家您要怎么样，您要怎么样，讲起来也很别扭，但是相对这是对人家的。所以相对的，泰戈尔他是印度的，他是印度教。人家说泰戈尔印度教，可是整个人的宗教研究都说泰戈尔在英国的牛津讲学，所以泰戈尔受到整个基督教爱哲学的影响很大。所以他讲一句话：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所以保罗先生告诉我们什么？你要自觉合乎主用，做什么？预备行各种的善事。你要预备行各种的善事，所以让神做个快乐的人，神的关系我，拜托，快点来，所以相对的，我们要让做个快乐的人，来帮我念。所以你相对的年轻人，你要让生你的父母快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的父母，我自己当父母的，我看我的儿子在这边侍奉，我看我的孙子在这边唱歌，对我来讲，那就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你要让你生你的父母快乐，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你同样的，你心里所想的，你少年的时候你所做的，你是可以任意去做，但是别忘记哦，有一天神会审判你这些事情。所以接着他又告诉你什么？你趁着年幼，日子尚未到之前，什么时候？日子末世尚未到之前，你是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哦，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当纪念你的主啊，而做的事情是跟着耶稣的脚步去做的。那么为什么纪念这创造的主呢？因为认识创造的主就是你人生最好的礼物。所以相对的有一个影片，在2007年那个时代，我们看过。叫做亚马逊悲歌，我们称为奥家行动。有个 Eric， 他是本身1955年，他本身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师，年轻宣教师。当时的福音复兴运动正在萌芽，他就找他室友5个人，其中一个是飞行员圣兰特，他就说我们本身他听到有一个奥家族在亚马逊森林里面，那个奥家族有差不多1000多个人，那些人完完全全都没有跟社会接触，完完全全都不知道主耶稣。那时候他们都自愿要到未得之民，所以他们就组一个宣道团，跟他的学会，那时候有个宣道学会，跟他们申请说，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我们要去跟奥家族传福音。他们说，奥家族很凶残呢。我们派了好几组人去传福音，没有一组活着回来，全部去那边的人都殉职。他说：“那我们这样好了，因为圣兰特会开飞机，我们先开飞机去投食物给他们。连续3个月，1955年9月开始，他就放食物投到他们海滩，他们就来吃食物，很好吃，很好吃。那之后他们发觉到那些奥家人慢慢都已经到海滩上来了。然后看他们，对着他们飞机啊，他们也跟他挥手啊，他们也跟他挥手，他觉得他们已经很善良的，所以他们飞机就缓缓下降来，他们就在那边。”就在那边扎营，那就拿了很多食物给他们，就拿着食物回去。他们想说好，可以准备传道了。所以有一天，他们又看到奥家人出来，他们说：“他们可来听我们传道。我们的传道已经成功了进一步。”他们每天都会跟他太太在联络，他们都会用无线电跟他太太联络。他说：“今天礼拜天，我们刚好做礼拜，我们看到奥家人来了，他们要来跟我们做礼拜。等一下做完礼拜，我才打电报给你。”之后他太太接不到电报了，他太太第2天接不到电报，他们赶快派搜救队到那边的时候，看到整个海滩上5个人的尸体
破碎不堪。这个举国轰动啊！就他们去检查他尸体，他们发现他们的枪，每个人都有枪，可是枪连上膛都没有，他们就带着枪死在那边。然后之后看到那奥家人就排在那边，看着他们拿出一把枪，他们对着枪鸣枪，嘣，而且吓一跳，原来他们都有枪，嘣，那就让我们这样刺死掉。全部人就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那些人把他们尸体载回去，结果呢？那时候《纽约时报》就登一个：我们这样牺牲值得吗？你看我们派了多少人？这5个人年轻人呢，去那边做宣教士，5个人都被杀死，5个人有5个遗孀，5个寡妇，其中有9个已经有孩子，1个还是遗腹子，一个人生2个小孩，1个是遗腹子，9加1，值得吗？这个声音出来以后，很多人响应说我要去当宣教师。说那个时期有1000个人自愿去当宣教师，就开始做宣教师的培训，而且他们就到4处的整个的未得之地，都是在茫茫的地方去做传教。然后他们的太太9年之后带着他们的小孩，小孩有的5岁，再个9岁10几岁而已啊。他们太太就带着这些小孩，他要告诉他的小孩，你的爸爸就在这里传道，你以后要继承你爸爸的志愿。要我们一定躲开嘛。他就带他的小孩，那些人带他的小孩，可是那些奥家人知道说他们错怪他们了。他的太太拿了很多食物，这些奥家人出来以后，竟然有的就跪下来了，跟他太太交通。虽然他们语言不通，他跟他太太就很善良，那就跟他讲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他听不懂。那其中有一个人就自己去学奥家语，学完以后就告诉他们耶稣爱你。所以我们的传道都好难哦，都觉得圣经把它解说得很困难。他们当时的传道都是讲耶稣爱你，你有时候困难，耶稣会爱你。他们就凭着这句话，有人当场受洗。他们9年而已哦。就开始有人受洗，有5个人奥家人受洗，带头受洗的是那个酋长，因为酋长是刺下第1刀的。那酋长跟他讲：“对不起，你的先生是我第1刀把他杀死的。”那些人开始5个人，慢慢1000多个人，几乎全部信主。更美妙的事情，那个第1个被杀是埃略特的儿子，那个遗腹子，不是说我刚才讲有个遗腹子吗？是谁跟他洗礼的？就那个酋长跟他洗礼的，就是整个的。之后他们就回到美国，小孩子给他受教育，就长大以后，这些小孩都说我们要当宣教士，我们当宣教士，我们要再回到奥家森林，我爸爸没有跟他们传教的地方，所以他们又回去宣教的地方，在那边盖医院，盖那边整个的部族里面都是基督徒。各位，一粒麦子。那天我太太突然问我说：“为什么连续早把连那个1年多换那么大？”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说我的年纪还有多大，我还有多久可以侍奉上帝？一粒麦子若没有落在地上，它就是一粒麦子啊。可是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子粒来。我们就看到死了结出子粒来。我最近看到的是12个使徒，除了那个约翰在以弗所教会终老之外，9个人都是好悲惨的死掉，包括保罗。可是呢，福音从一个小渔村，一个加利利的小渔村，耶稣带了一个12个都目不识丁，都是程度最低的人出来传道呢，而且传道环境只有加利利附近呢。那个人，那个团体，现在全球基督徒有多少人？几10亿人呢。那个团体真正的把福音都发扬出来了，你觉得那是神的旨意吗？那就是神的旨意。长矛下的恩典，奥家行动，亚马逊的悲歌，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很幸运，我们不必牺牲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跟神在一起，得到喜乐的侍奉。
年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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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贝子，你算不算年轻人？是算哦，你也年轻哦。哦，蛮年轻嘿。年轻人，不要小看你们年轻，怎么在语言、行为、爱心、信心、情节上做什么？信徒的榜样啊！你们是我的榜样，你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跟你们学习。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们让我们教会有这么多非常可爱、渴慕主你的爱，主你成全他们的爱，主你照顾他们爱的年轻人。求你照顾这些年轻人，在长大的过程中，主你的恩典满满的包围着他们，让我们的信仰在那年轻人的信仰之中得到神你的眷顾，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正合乎主用，行各种的善事。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哎，年轻人，咱请起立来吟诗歌。年轻人，年轻人，你追求生命是否有所得？你所获得快乐，是否能满足你心？我也寻求，寻之落。有一事令我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他为是以为我罪在十架。今日将生命给主，地上他必建立，使生命活得丰盛，更有意义。年轻人，年轻人，你就是个事作为主用，你所有门关刚硬，有一日都要成名。你先是为主而活，他必赏赐。有一时令你先锋，是归向耶稣基督，他为我罪在十架。今日将生命给主，你已将年龄减轻，使你生命活得丰盛，更有意义。使你生命活得丰盛，更有意义。请坐，咱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
咱三甲来宾上营是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上主大仁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上帝圣父、圣子、圣神的上帝跟你参加地地特别，叫少年人跟年轻人一起同在，让他在主你的恩典之中长大成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下周有担任圣工轮值的人，请家己来滴来看，来准备心。本日小组的分享是伫诗篇第122篇到128篇。第二项是，若是有需要奉献的证明，请伫5月17日前向保宣执事来提。本周新咱讲的读经进度是伫诗篇129篇到136篇。肢体交通甲代祷事项的部分，请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甲照顾因的亲人来代祷，也为着周报顶面写着的刘凤珠、林杰仁、杨诗婷、林晨真、林晨毅、林晨月、林杰峰、林思荣、林佑君、林佑新，以及庄清生、许淑清、庄雅文、杨轩跟庄明的心灵甲健康来代祷，请蔡长来带阮做代祷。5月13号，我们丰珠节要在振兴医院开刀，然后我们那个专轻松就是许淑清先生的，许淑清长老的先生，他目前在恢复，但是好像食欲不太好，不吃饭。我们也看到那个冠伦的文珠姐嘛，冠伦的祖母，身体也不是很好，玉荣姐也一样在恢复之中。我们所看到，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在想的每个亲人，我们为他们真的是放下心，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主的恩典在他们中间。让我们先默祷。现在主耶稣，你听到我们在你内心的呐喊，照你旨意所求的，你必成全。我们不会妄求，但确实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很多人身心灵都受创。求主依照你的旨意，让他们得到主你最大的恩典。今天是青年主日，求主你让自己青年们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就把握时光来侍奉我们伟大的主。让我们从清洁到至洁到成圣的圣洁，让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主你的心目中都得到你的眷顾。我没有一一指明做这样的祷告，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所祷告的，主你必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圣歌队来祝福。